上手我人老婆當臭啊，唔將跌水咯，後生後氣當講到唔得。人說嘢哦，安排好啦，要出幾百塊嘅，兄弟之間結交做埋哦，迄種個。唔係我想講嘢哦，都幾時歲人啊，買到話看談住哦，行到個青胸透貼，人嘢啊都冇搞固執家先，家先冇做下體會啊，而就講對人家係兄弟啊，人家會話我對你喎。講南昌啲嘅話，人家當然就仔話都話講唔聽咧。唉，馬人鳳啊，講起同阿聊哦，人容易相當複雜哦。我要咩三歲阿蕉，嘢條睇頭嚟啊，那唔掂喎，唔是當我講多，要分寸哦。而唔係咩要分寸哦，從睇條咩喎喲？嗌老婆啊，買啲生活用品貴啲仔住啊，就貴交啊，出去到嘢條兄弟仔了啊，你千幾百數幾都好哩。而是為嘢條兄弟仔當你過些嘛，老婆真過一些呀。哎呀，咩反對出去，好嘢條人用教法通張床叫嘅。我唔曉得嘛，本人講起買先千毛。阿侬講中意就發牢騷啊！哎呦我的媽！上手我人老婆當臭啊，唔將跌水咯，後生後氣當講到唔得。